只要你唔放棄，其實香港總有一個地方可以俾你繼續升學嘅。大家好，我係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葉偉文副校長。首先要為自己放榜嗰一日去做一個準備啦。咁我哋通常都會教導同學仔，佢要為自己嘅成績去做3個估算。第一個估算就係期望以上嘅，第二個就係同合乎佢期望嘅，第三個就係可能期望以下嘅。咁喺呢3個估算裏邊啦，咁同學仔都要諗下佢自己，譬如話喺期望之上嘅成績，其實佢自己點樣去安排佢自己嘅課程嘅選擇啦。若果合乎佢自己期望嘅，咁佢自己又點樣去部署？可能會唔會有一啲嘅課程嘅調動？但係若果係話真係低過佢自己預期，或者真係未必達到一啲升讀大學嘅一啲課程嘅入學條件咧，咁同學可能就要有自己咧第二個 Plan B， 可能佢就要揾定一啲高級文憑、副學士、應用教育文憑相關嘅課程咧，去做定一啲咧一啲嘅安排。除此之外啦，同學係要去睇返自己，其實喺呢段時間有冇收到一啲院校所提供一啲嘅有條件取錄嘅資料啦，或者咧其實個院校有冇話要佢哋提交一啲相關嘅資訊。咁若果係咁咧，同學可以將呢啲資料咧做好一個嘅整理，然之後跟住咧到放榜嗰一日咧，其實同學就可以咧就唔需要咁彷徨。咁我都希望同學仔都要調節自己嘅心情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其實同學比較緊張或者係比較擔心。同學仔咧都，若果你做好個準備，其實都可以咧針對住自己唔同嘅成績去安排嘅時候咧，只要你唔放棄，其實香港總有一個地方可以俾你繼續升學嘅。